当人们听到椎间盘突出这几个字时，第一反应通常是恐惧，他们脑海中浮现的是手术室、金属、骨钉、漫长的复健期，以及担心疼痛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消失的忧虑。正因为这个种恐惧，成千上万的人在真正需要手术之前，就匆忙地接受了手术。但这是我总是告诉我的患者的真相。你的脊椎自我修复的能力远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还要强大。椎间盘突出病不是你背部的死刑判决，事实上，绝大多数的病例完全不需要任何手术介入就能改善。人体拥有惊人的能力，可以将突出的椎间盘物质拉回原位，并安抚受刺激的神经。特别是当你为它提供了正确的修复条件时，问题在于，许多诊所会推销手术作为快速解决方案，即使这往往带来不必要的风险、费用和停工期。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的是，你的椎间盘会随着时间自然收缩、被重吸收并愈合。这是在你体内悄悄发生的，完全不需要去医院研究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这一点。透过适当的保守治疗、水分补充、针对性的运动以及避免错误的动作，人们的恢复情况与接受手术的人一样好，有时甚至更好。这就是为什么在人们做出重大决定之前，我总是让他们先缓一缓，除非你的双腿正在失去力量或者经历严重的神经急症，否则手术几乎不应该是首选。你的身体是为了自我修复而设计的，你的脊椎是为了康复而构建的。大多数人一旦明白了这一点，就会感到如释重负，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，我没有坏掉，我只是需要用正确的方式来疗愈。在我们谈论治疗、补水或运动之前，我希望你先建立这种心态。当你明白你的脊椎可以自然恢复时，其他一切都会变得容易得多。为什么会发生椎间盘突出？大多数人认为，椎间盘突出仅仅是因胃搬重物、扭伤或突然受伤造成的，但真正的根本原因要安静得多，而且几乎影响每一位40岁以上的成年人。脊椎内部的慢性脱水。你的椎间盘就像位于每节脊椎骨之间充满水分的软垫，把它们想象成微型的避震器。当它们充满水分时，会保持厚实、灵活且强壮。它们帮助你弯腰、转身、行走，可坐下，而不会感到疼痛。但接下来这部分让大多数人感到惊讶。一个健康的椎间盘将近80%是由水构成的。那么随着岁月流逝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我们喝的水变少了，活动量也减少了，咖啡因、压力、熬夜、某些药物，这些都会悄悄地从体内带走水分。随着椎间盘失去水分，它们开始萎缩和片扁。脱水的椎间盘会变得僵硬、脆弱，并且更容易破裂或突出移位。一旦它突出，就会压迫附近的神经，这时典型的症状就会出现：放射性的腿部疼痛、麻木、刺痛、沉重、感或无力。可怕的是，你感觉不到脱水正在发生，它是缓慢发展的，有时长达数年，直到有一天椎间盘再也无法承受压力。在 MRI 核磁共振扫描上差异非常明显，水分充足的椎间盘呈现亮白色，充满液体，健康且饱满。脱水的椎间盘看起来则较暗且扁平，就像果前与新鲜水果的对比。这就是为什么椎间盘突出在现代如此普遍。这不仅仅是因为年龄，也不仅仅是因为搬重物，这是因为一个本该生活在水中的结构长期前合所致。好消息是，就像前钓的海绵在浸泡后会恢复生机一样，当你给予身体适当的水分、矿物质和运动时，
你的椎间盘也可以重新补水。重新补水不是一蹴而就的快速修复，但它是帮助你的脊椎由内而外愈合的最强大自然方法之一。了解这个隐藏的成因是扭转问题的第一步，而无需匆忙进行手术或昂贵的治疗。接下来介绍这个帮助脊椎补水的简单饮品。如果你一直受背痛、神经痛或椎间盘突出所苦，解决方案可能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得多。在进行昂贵的治疗、注射或手术之前，你的脊椎需要一样基本的东西：细胞层面的水分补充。有一个简单的饮料可以帮助你的椎间盘把水吸回来，添加天然未经制盐的矿物质水。大多数人都被告知要多喝水，但单喝白开水往往是不够的。当你体内缺乏钠、镁和钾等矿物质时，水无法有效地进入你的细胞，它只会穿过你的身体排出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整天喝水，却仍然感到疲劳、头晕或僵硬。他们的细胞仍然处于脱水状态，而天然的未经制盐可以改变这一点。这种特殊的盐含有微量矿物质，就像微小的吸水磁铁一样。当你将一小撮这种盐与干净的水混合时，它能帮助身体更有效地吸收水分，将水分输送到更深层的组织，包括你脊椎中的椎间盘。为什么这款饮料有助于椎间盘愈合？你的椎间盘就像水球，外层坚韧，中心呈柔软的凝胶状。当它们脱水时，会塌陷、破裂，并开始压迫神经。但当它们重新补水时，会恢复形状，减少对神经的压力，并支持更顺畅的运动。矿物质水有助于补充椎间盘依赖的电解质，改善每个细胞内的体液平衡，减少发炎和肌肉抽筋，支持神经传导，缓解头痛和疲劳，并改善消化和新陈代谢。这款简单的饮料已经帮助成千上万的人自然地减轻了疼痛和僵硬。这不是因为它是魔法，而是因为它恢复了你脊椎多年来所缺失的东西。制作方法如下：一杯250毫升的干净饮用水，加入一小撮纯净的未经制盐、海盐或岩盐，搅拌均匀。早上空腹时第一件事就是喝下它。早晨的这第一杯水就是启动深层补水所需的全部。你一天中其余时间喝的水可以是普通白开水，只需确保你每天的饮水量达到约5公升，具体取决于你的体型和活动量。如果你在家使用陶瓷滤水器，好处会更多，因为水质更干净，且不含氯和氟化物等可能干扰补水的化学物质。为什么？医生很少提到这一点，因为这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，不需要处方，没有产品可卖，只需要水和天然盐。但对于患有椎间盘突出、坐骨神经痛或慢性疼痛的人来说，这个简单便宜的习惯可以是重新滋润脊椎病，让椎间盘再次自然愈合的第一步。你的身体天生具有恢复能力，正确的水分补充只是给予它开始恢复所需的支持。接下来是能立即缓解坐骨神经痛的运动。当坐骨神经因椎间盘突出受到刺激时，疼痛可能会感觉尖、锐灼热，或像触电一样顺着腿部向下延伸到小腿，甚至脚部。这会让像站立、行走或下床这样简单的事情变得感觉不可能完成。但有一个针对性的动作，能为大多数人带来快速温和的缓解。这是一个受控的背部伸展运动，旨在为受刺激的神经减压。这不是拉筋，这不是瑜伽，也与力量无关。这是一个帮助引导椎间盘物质远离神经的动作，给你的身体一个机会
来平复发炎病，恢复正常功能。第一步，如果疼痛剧烈，先俯卧在床上，垫子或柔软的表面上，在胸部下方放1-2个枕头，稍微抬高上半身，保持这个姿势5分钟。这个姿势能温和地减轻神经的压力，让脊椎稳定下来。许多人会感觉到腿部的疼痛在几分钟内开始消退。第二步，温和的手肘支撑。如果你的疼痛不严重，或者第一步已经变得舒适，请进入此阶段。用手肘撑起上半身，保持髋部、骨盆和双腿完全放松，贴在地面上。保持这个姿势，几个深呼吸的时间，你应该会注意到腿部的疼痛开始向后回缩至下背部。这是一个好兆头，意味着神经正在平静下来。第三步，完全伸展按压。如果在第二步中疼痛没有加剧，请加入这个进阶动作。1. 将双手放在肩膀下方。2. 慢慢伸直手肘。3. 将胸部向上抬起。4. 保持髋部和骨盆紧贴地面。这是经典的伸展按压动作，有助于将压力从神经根移开。每天进行1到2次，每次做5到20下。你应该会有什么感觉？大多数人会注意到腿部疼痛减轻，麻木或刺痛感减少，小腿或大腿后侧得到缓解，神经周围有凉爽或放松的感觉。在第1周内，运动会变得更容易，疼痛通常会稳步减轻。如何安全的进阶？随着动作变得更舒适，你可以逐渐将胸部抬得更高，以获得更大的缓解，但绝不要将髋部抬离地面。目标是创造一个温和的后弯曲线，而不是做全身的伏地挺身。这种更深层的伸展有助于更有效地重新定位椎间盘，通常能加速愈合。为什么？这有效。把你的椎间盘想象成一个软垫，当软垫向后突出并接触到神经时，你会感到疼痛。这种伸展动作会在椎间盘内部产生轻微的真空效应，鼓励它滑回中心，远离神经。这是针对椎间盘突出引起的坐骨神经痛研究最多、最可靠的急救动作之一。身体发出的立即停止信号。如果你的腿部疼痛加剧，你必须停止运动。如果你感到新的麻木感，感到尖锐的疼痛，而不是温和的压力，或者症状向腿部下方扩散得更远，如果发生这个情况，请回到第一步或休息。一定要避免的最大错误，当人们试图自行治疗坐骨神经痛或椎间盘突出时，他们经常犯下时记上会使病情恶化的错误。这些错误非常普遍，即使在健身房和物理治疗环境中也是如此。但避免这些错误可以加速你的康复，并保护你的脊椎多年。错误1，把伸展动作做成伏地挺身。许多人认为伸展运动只是改良版的伏地挺身，其实不是。当你将整个身体抬离地面时，你的脊椎保持笔直，而不是形成所需的温和后弯曲线。没有那个曲线，椎间盘就不会从神经处移开，疼痛就会停留在原处。正确的方法，让你的髋部、骨盆和双腿完全贴在地面上，只抬起你的胸部。错误2，向前弯腰屈曲运动。这对于任何患有椎间盘突出的人来说都是最危险的错误。向前弯腰、摸脚趾、仰卧起坐、卷腹、拉伸大腿、后侧肌肉、腘旁肌，这些动作会将椎间盘向后推，直接压向神经。这就像从前面挤压水球，压力会从后面喷射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在试图拉筋、舒缓疼痛后，反而感觉更糟。如果你有椎间盘突出或坐骨神经痛，在脊椎愈合之前，绝对不要做向前弯腰的运动。错误3，在健身房做背部伸展椅，
罗马椅。即使这台机器被称谓下背部训练椅，也不代表它是安全的。这些长椅强迫你的脊椎反复向前弯曲，这会增加椎间盘压力病，可能使突出恶化。许多教练在不了解脊椎力学的情况下推荐这些动作。如果你有椎间盘问题，请完全避开这些机器。错误4，忽视水分补充，只尝试伸展。大多数人只专注于拉筋或按摩疼痛区域，但如果你的椎间盘处于脱水状态，问题仍然存在。如果不恢复椎间盘内部的水分和矿物质拉筋带来的缓解，只是短暂的。真正的愈合需要两者兼备，含矿物质的水分补充以及正确的伸展动作，两者相辅相成。错误5，太早停止。坐骨神经痛的改善通常是分阶段的症状，可能会先在腿部减轻，然后才在下背部消失，这是正常的。许多人太早停止运动，就在脊椎刚开始愈合的时候，持之以恒是关键。这是一个赋予你力量的真相。你的脊椎是为了康复而生的。椎间盘突出可能感觉很可怕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它不是无期徒刑，也不意味着你需要手术。你的椎间盘可以重新补水，你的神经可以平静下来，发炎可以减少，你的活动能力可以恢复。而当你给予身体正确的支持时，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自然发生。用矿物质水滋润你的细胞，避免有害的动作，并练习正确的伸展运动，这些构成了真正愈合的基础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椎间盘物质会温和地从神经处移开，让你可以行走、睡觉和弯腰，而不再有那种灼热的触电般疼痛顺着腿部传下。你不需要昂贵的疗程，不需要持续服药，当然也不需要活在恐惧中。你的脊椎病没有放弃你，它只是在请求正确的照护。对你的身体要有耐心，与它合作，而不是对抗它。因为当你用正确的方式对待脊椎时，不开刀而愈合不仅是可能的，更是预料之中的事。如果你一直受背痛、坐骨神经痛或椎间盘突出所苦，请记住这一点：你的身体没有坏掉，它只是在等待正确的支持，以开始愈合。想重新滋润椎间盘，避免有害动作，以及每天练习正确的伸展运动，这样的小习惯可以带来改变生活的差异。所以不要匆忙进行手术，不要失去希望，也不要忽视你身体的能力。愈合需要时间，但它确实会发生，而且是从你在家就能采取的简单步骤开始的。如果这对你有帮助，请分享给你关心的人。你永远不知道谁今天可能需要这个资讯。保持坚持，保持希望，并好好照顾你的脊椎，你活动自如和舒适的美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